試過，覺得自己條件好好，但偏偏揾唔到好工。學歷高，專業知識強，明明應該係職場搶手貨，但寄出嘅電郵都石沉大海，面試員冇晒聲氣，你開始懷疑係咪個市場有問題，定係我唔夠穩？今日呢個個案可能會俾你一個從來冇諗過嘅答案。B 先生係公司嘅管理層，職位唔低，但佢對現職工作好唔滿意，覺得人工唔夠，發揮空間唔大，同埋公司文化唔好。於是佢開始好積極咁揾中介公司、見工等消息，但奇怪嘅係點都揾唔到。見完嘅工，明明傾得唔錯，最後都係冇晒聲氣。佢好困惑，點解我咁好條件，都揾唔到更好嘅工？後來 B 先生揾我解讀潛意識，想了解自己揾工唔順利嘅真正原因。解讀出嚟嘅信息令佢呆咗。第一，在工作時間做私人事。第二，濫用公司資源得到好處。佢因為係高層，唔需要向人交代行蹤，所以成日喺工作時間做自己嘢，例如去剪頭髮、去運動健身，有時仲會用公司嘅資源做自己嘅私人嘢。你可能會問，高層有彈性，唔係好正常咩？關搵工咩事？你點對待而家呢份工，宇宙就會點樣對待你下一份工。當你喺而家嘅崗位上濫用資源偷時間，呢個能量模式會不自覺咁投射去你嘅求職過程。面試官會感應到一種唔可靠嘅氣場，潛意識入面就會卻步拖延，最後唔請你。B 先生終於明白，上天俾你每一份工都有佢嘅意義。如果你唔珍惜而家擁有嘅嘢，就算轉咗工，下一份只會越嚟越差，直至你學識感恩呢份工帶俾你嘅價值。B 先生決定改變，開始感恩而家嘅工作，唔再濫用時間同資源，用翻應有嘅態度去對待呢份工。神奇嘅事發生咗，佢嘅心態改變之後，求職嘅過程開始順利，終於揾到一份更適合佢嘅工作。呢個個案話俾我哋知，你點對待而家擁有嘅嘢，決定咗你會唔會得到更好嘅嘢。唔感恩，唔珍惜，就算轉咗工，只會重複同一個循環。如果你都覺得自己揾唔到好工，不妨問下自己，我有冇珍惜而家呢份工帶俾我嘅價值？我有冇喺呢個崗位上盡翻自己應有嘅本分？記得訂閱頻道，一齊用潛意識嘅智慧，從根源改善你嘅工作運。我哋下次見。